主持人好哈，我是庄美元，以分析听大家来分享饮食学的迄个主题。不过总言中，为老安尼讲，客家的知识本身其实是一只有神圣的过程。大家好哈，期盼您喺节目来讨论点以严肃，不过要以问大家了解唐德斯的方式来讨论点严肃的问题。但是俺开办以后，到今有32办，大家就一句嘅讲吼。现代好要改，爱打好卡输，即使讨开会，今日下晝讨开会。亲目嘅先生，我眼笔唔见去咧，我眼笔系墨嘅色咧，系乌色咧。